现代台语版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。我保罗、西拉甲提摩太写批予帖撒罗尼迦属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的教会，愿恁对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得到恩典甲平安。兄弟姊妹，阮应该不时为着恁感谢上帝，安尼做是当然，因为恁的信心有大进步，恁众人的相听嘛一直在加添。所以，阮伫上帝的正教会中用恁做夸口，因为恁受一切的迫害，甲忍受患难的时，要保持坚忍甲信心。这证实上帝判定恁为堪得承受上帝国是公道，恁就是为着这个在受苦。既然上帝是公道，伊会用灾难报应遐个互恁拄着灾难的人，嘛互恁遮个拄着灾难的人，伫主耶稣甲伊有大能力的天使，伫黑暗中对天显现的时，通甲阮平平得到安息。迄时，伊会刑罚遐个毋捌上帝甲毋顺趁咱的主耶稣的福音的人，因会受永远毁灭的刑罚，离开主的面前，甲伊阳光的气力隔断。伊来临的时，会对伊的信徒得到阳光，佮对所有信伊的人得到尊崇。伫迄日，恁嘛会伫因中间，因为恁有信阮对恁所做的见证。为着这个目的，阮不时在为着恁祈祷，恳求咱的上帝，互恁的生活会符合伊的呼召，嘛使恁气力来实现一切良善的心意，甲信心的作为。通互咱的主耶稣的名伫恁中间得到阳光，恁嘛对伊得到阳光，这拢是咱的上帝甲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。